面貌是农业的社会。那再过来的日本人来了以后，如果不是看朋友拍纪录片，客家乡镇竹东的面貌，在彭雅伦的生命里将渐行渐远。我本来应该在台北工作，可是我要照顾我妈妈，所以我就到竹东的乡下。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。我希望可以透过我妈妈的眼睛去阅读这个我很陌生的世界。历史走过的和他原本在英国留学做精品 VIP 服务的轨迹并未重叠，用镜头记录最真实的生活，才重新认识记忆中的家乡，发现自己的认同感。我们去拍这些片子，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想象，可是对于那些人来说，重要是他的生活，而不是他所扮演一个好像民俗遗产或者民间遗产保存者的角色。那这些艺文的部分，让我觉得从一个急性子的一个孩子，透过艺术，让我自己停下了脚步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改变自己。其实这边有很多的历史。简单却充满悸动，竹东的乡土人情，对母亲的爱，彭雅伦转换成策展的灵感。策这个展的时候，我找的人都是，跟生活有关的，比如说做家具的、做工业设计的，然后做花饰的、做服装的，都是以人为出发。那也有个力量来自哪里？家人和朋友啊，我卡你要朋友啊，之前我们说我卡你同朋友。无论是社会金字塔顶端，或是井小民，对彭雅伦而言，感情是最好的对应语言，也体会到客家家根源原来一直在心中，并未走远。那也来嘅力量，莫卡你同朋友。那也来嘅力量，莫卡你同朋友。谢谢钟宇老师。